东门路顶的东门路桥是市区往来东西向的重要道路之一。目前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施作而封闭路桥，但嘛直接影响到周边商家生意。对此，市府特别举办2023东门购旺旺来活动，联合东门路桥周边的商家推出消费满500就送旺来好康，要来吸引消费者出门。因为我们东门路桥要拆除了，那为了许多好朋友在这附近常常出入，我们东区的好朋友也在我们施工厂商的赞助之下，能够有这样3000多颗的凤梨，能够搭配我们配合的厂商一起，只要消费满一定的这个金额，就可以送1只凤梨。这个都完全是施工厂商跟我们社区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也让我们市民朋友，我们希望铁路地下化工程赶快做好，那至少在地面上能够恢复这个通行，能够缝合都市，让这个都市不再为这个平交道而耽误了时间，影响了这个交通的顺畅。你思考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店家的生意能够带动这个气量？拄我看到就是最近市度都有在做这条路，我相信这条路代表一个气候而且我就是说我来想看卖所以就跟我们南营果菜市场这边下询说，凤梨是不是可以帮忙一下？他说没问题，应该帮忙那施工厂商呢包括登记等等他们也马上就是说很高兴希望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感谢里长的说服。参与这次东门购旺旺来，今年3月才达开幕的文青茶店意图，嘛感谢市府举办活动，帮助店家用心。因为我们是刚好开在东门路地，我们是东门路1段58号的意图。那其实施工当然大家那边都会有影响，然后附近的风沙很大，然后声音也蛮大的。那政府其实也蛮有心的，他就想说借由这个联谊的活动第一次办，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商机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除了政府部分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就是努力，东西首先是要好喝，大家的东西都很棒，希望大家来支持。主办单位台南市政府表示，东门购旺旺来活动期间自5月1号到5月28为止，只要是伫合作店家消费满500，就当换旺来一粒，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